欢喜办戏团演出的传统客家山歌，再搭配轻松幽默的戏剧表演，让整出舞台剧很有看头。目前戏剧团即将在全台各地巡回演出。穿上客家服，戴上头纱，这些娇滴滴的新娘要嫁人啦。而这群唱着客家情歌的新郎要把新娘娶回家。这一次我们做客家的口述历史故事，是从全省各地17个客家庄的客家族群来到台北的奋斗心情故事。来自不同行业的客家人结合老中青3代同堂演出，是欢喜办戏团最大的特色。就连客委会官员也都亲自下场表演。加上呢个舞团表演啊，显现你客家人勤奋、认真、勤朴的精神了。我们在这里是欢喜办戏团在台湾告白系列中的6部曲，幽默风趣的故事情节，再搭配深情动人的客家情歌，让这出客家舞台剧很有看头。民视新闻许新全、陈小青台北报道。另外，客家交工乐团以客家山歌结合西方摇滚的独特方式夺得了金曲奖以后，行政院客委会表示，今后将要拓展客家音乐通路。以一首《菊花夜行军》拿下今年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交工乐团，终于成功的将客家音乐挤进了流行音乐的行列。第金曲奖之后，我们后来也多的校园的巡回，几乎每一场都爆满。如何有效推销客家音乐是这场座谈会研讨的重点。主办单位行政院客委会邀请多位音乐人共同为客家音乐打拼，初步讨论出一套作战方式。用版型来写出客家嘅作品到媒體上有機會播放出來。年輕族群當然也是客家音樂搶攻的對象。如何將傳統的山歌或採茶歌編曲成一首首流行又能朗朗上口的客家音樂，似乎是客家音樂人必須克服艱巨的使命。民視新聞許新全、陳小青台北報道。苗栗縣民彭雙松以種蘭花聞名於國際，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專門收集相家的收藏家。工作室琳琅满目的相机让人看了目不暇接，光是老相机的收藏就有上千台。拿出自己的压箱宝，彭双松得意地说：“相机虽然已经上100岁，性能还很完备。早年种植罕见的达摩兰让他名利双收，结交不少国际名人，而相机更记录了他那一段的风光时期。初代活动做貪婪佢當歡喜，講68年得到金鼎獎嘅獎頭。玩相機超過50年的他，最得意的攝影作品還登上自己的著書封面。本人全國集嘅照相機搶獎頭，每50年間可能100多。日本嘅國寶級別嘅神轎，我搶獎頭，我照相50年就親第一獎頭係廿個。曾在日本讀過書，日文頂呱呱的彭雙松寫書還獲得日本人讚賞。彭雙松說，他喜歡收藏東西，也喜歡寫書，未來想成立一間博物館，陳列自己的收藏品供人觀賞。民視新聞邱俊超苗栗報道。